相信大家都知道，已經踏入咗農曆嘅7月，冇錯，就係我哋所稱之為鬼節啊！不如鬼姐同大家一齊鬼聲鬼氣啊！Hello， 大家好，我係邵音音。我嘅英文名就叫做音音笑啦，記住啦，記住要聽Ewan嘅生活日腳，你呢就會充滿正能量嘅啦噃，記住啦。唔知道你平日有冇行山或者去旅行嘅習慣啊？如果要你去到一個你完全唔熟悉嘅地方，但係當中有好多嘅歷史背景，甚至乎有好多鮮為人知嘅故事嘅地方，你又會唔會有興趣去呢？如果要你去到一個非常之頹垣敗瓦嘅地方，甚至乎真係冇人去到嘅，簡直係要入到去深入虎穴咁樣嘅情況之下，你又會唔會夠膽自己一個人去啦？鬼姐Ewan就認識到一班呢啲嘅朋友，我哋稱之為探險異族。翻到嚟呢，我哋呢一個星期三嘅詭異系列，咁啊當然啦，亦都有我哋嘅老朋友喺度啦，我哋嘅嘉賓主持哲雄哥哥，幾個禮拜啦，大家都有聽你呢一個節目，有啲 feedback 翻嚟都幾好啊，話冇去過呢啲地方，可以去到即係睇到，又真係唔錯喎，又唔使咁辛苦，你哋又辛苦啫，佢哋睇啊聽就唔辛苦噶啦嘛，係咪先？咁啊有啲得着嘅，其實講真，每一個節目都可以令到大家有啲即係知識上嘅補給啦，係咪先？嗱好啦，咁今日呢，其實我哋呢嘅話題上面呢，都會係講探險嘅嘢，但係呢，呢一個探險就同以往你去探險嘅嘢呢有啲分別，因為就唔需要話攀山涉水啊、爬山啊，又話架車去唔到啊咁樣。呢個呢，人又去得到，車都去得到嘅。我知道呢，今日同車都有啲關係嘅。今日你介紹啲咩地方？係火車。火車。咪住啦，我啊想打斷你少少先。嗱，而家香港呢，就已經唔會用火車嚟行，尤其是嗰啲以前嗰啲嗰啲呢，即係燒柴係咪？嗰啲叫做燒柴啊。嗰啲嘅火車呢，就已經冇噶啦嘛。電氣化火車就有。喂，咁你喺香港邊有呢啲火車介紹啊？唔好玩啦！哎呀，你想講香港嘅火車係有，不過今日呢，我就帶大家唔喺香港。去邊啊？北京。北京啊？咦？北京我又自己真係孤陋寡聞啦。有嘅，號稱全東南亞最大嘅火車鐵路博物館。全東南亞最大嘅火車博物館。喂，大成點先？嗱，你講到咁誇張，即係應該好誇張下喎。如果咁講，好誇張啊！其實我諗行半日先至行得完啊！哇，咁正啊！我自己又好中意火車嘅，尤其是大家睇呢個 Harry Potter 咧，都見到啦。哇，啲火車幾特別咧！我由細個咧，其實我自己咧，就算我老公都係嘅，好中意火車呢樣嘢。就算啲模型啊，我哋都會買啲火車啦咁樣。喂，咁呢個博物館你話講到咁大嘅時候，哇，咁咪好舊式嘅火車都有喺度咯？話明博物館。咁如果我真係實際去睇嘅時候，真係有啲火車有成100年歷史噶。哇！喂，咪住先，100年歷史會唔會入到去呢一個博物館？哇！即係又好濕濕立立，好熱啊嗰啲咁噶。你知中國內地噶啦，哇！仲要咁大喎，咁啊擺啲火車頭喺度，會唔會啲地方比較污糟啊咁樣噶？咁啊真係我去到真係刮目相看，係完全一啲塵都冇嘅火車博物館。
咁犀利哇！嗱，我哋而家咧，如果睇緊 YouTube 或者睇呢一個騰訊咧，就可以睇到啦。我哋一路講緊啊，呢一個博物館係點樣嗱？阿哲雄咧就影咗好多靚相，無論係人靚，車又靚，咁咧所以啦嗱，大家可以欣賞下，因為有時咧可能大家都未必去得到啦嚇，即係始終都係要去到北京咁遠啦。咁我哋講緊咧，其實如果嗱你話喺北京嘅地方，其實呢一個嘅博物館係喺北京邊度咧？位於？嗱咁啊，其實嗱嗰個詳細個區域我就真係唔記得咗啦。喺北京市開始近郊少少啦，就係喺東北面嘅。但係如果喺北京市搭的士應該半個鐘頭到就到㗎啦，就係。咦？咁都唔係話即係遠離市區好遠喎，即係都係近喎。市區外圍啦，又外圍少少啫，又係。哇！咁但係都可以有咁大地方，其實講緊真係中國內地真係好犀利喎，我覺得。係啊，睇翻啲相咧，你睇到哇幾大啊，同埋真係好乾淨㗎喎，即係你話齋唔係好似我講咁話污穢穢咁樣㗎喎，又嚇。係啊，OK。唔係好，係直情好乾淨㗎。咁佢呢個博物館咧，我講啲歷史啦。好啊，聽故仔啦。咁其實呢個博物館咧，就喺2002年咧就已經啱啱成立已經成立嘅博物館㗎啦。唔係好耐㗎啫喎。佢唔係好耐啫，我諗應該有成14年歷史。如果咁計法，而家14年啦。係啦，冇錯。咁個博物館咧，咁嗱講真啦，佢有戶外同埋戶內嘅，即係室內啦咁樣。咁室內咧，佢就會有個機車棚，好大㗎。機車棚咧，係啦，佢哋叫機車棚。機車其實我啲叫動力機車，即係嗰啲發電即係嗰啲即係啲機器運作嘅車啦，我哋叫機車棚咁樣。咁入邊咧就停放咗有85台嘅100年左右即係之內嘅一路咁嘅火車喺度，又係。即係個火車頭㗎咯喎，即係完全係。除咗個火車頭啦，咁火車頭最經典嘅啦，咁亦都有嗰啲客車嘅，即係啲車卡都有。哇，正啊！係啊，咁我諗想講就係咧，佢北京呢個火車博物館比較，我諗佢比較好處就係咧，因為其實北京咧你到9月、10月、11月咧就會有呢個沙塵暴噶嘛。係啊，冇錯。你有聽過？有啊。佢呢個火車博物館咧，因為啲火車咧比較上邊係有啲歷史嘅價值啊，同埋有啲歷史嘅淵源咧，佢唔可以擺喺戶外嗰度噶。如果啲火車咧擺喺戶外咧，咁你大雨淋咧就會開始生鏽噶啦。係啊，冇錯，啱啊。所以就即係有個博物館就好多啦。係啦，個博物館佢啲火車咧就佢個博物館係有條路軌通出去出邊，真係北京嘅即係行火車嘅路嘅。佢應該就係咧啲火車咧就喺呢個全國嘅各地咁樣咧就揸到上去呢個博物館就全部收藏起嚟啦咁樣。哦，原來係咁。喂，咁嗱，你就去到呢一個北京嘅火車鐵路博物館啦，叫做。喂，嗰個入場方面個收費貴唔貴啊？哦，10蚊雞抵睇啦。哇，人民幣啊？係人民幣10蚊雞，真係。哇，10蚊可以睇到咁多嘅火車頭，咁耐歷史嘅火車頭，直情係一個歷史嘅見證嚟嘅喎。我真係覺得抵到爛啦。係咪咁講啊？仲要喎，嗱，阿哲雄咧，你睇翻啲相咧，嗱，我哋大家都睇到嘅。除咗嗰個火車頭，你諗下個火車頭有幾大先？咁佢個地方又大啦，同埋又舒服。喂，閒閒地，你今次咁樣入去行咗幾耐啊？你自己？我行咗成3個幾鐘頭啊！咁多人入邊，又係好似好似霸咗咁嘅喎。直頭啦，我直情咧，嗱，大家睇到啲相咧，你會留意到阿哲雄咧係好舒服咁樣影相，唔係話即係嗰啲咧，喂，趕住好快嗰啲，直情啲 pose 擺到你睇下幾型，好似人哋拍 MV 咁樣企喺度翹晒手。哇！簡直我最中意就係嗰個企喺嗰個好高嘅火車頭咧，嗰個火車頭講緊有幾高啊？哇！呢個講緊有幾高？嗱，我就係講啦，睇張相啦，即係你感覺咧。嗱，我企喺下邊咧，個轆都有個人咁高啦。哇！咁啊，如果個火車頭正確嚟講，應該有2層樓咁高。我都估唔到原來咧，即係其實我哋以前即係睇電視都覺得係火車頭大嘅，但係咧，我估唔到一個火車頭可以有成2層樓
多少少咁高喎，係，但係嗱，我記得我細個好細個啦，嗰陣時就搭火車，我都搭過火車噶嘛，嗰個年代都，嗰啲火車冇咁高噶喎，即係上車嗰啲載客火車，呢啲會唔會係啲特別另類啲嘅火車頭嚟㗎？呢啲我覺得就另類啦。嗱，如果我哋講翻香港啦，香港以前都係行啲柴油火車㗎嘛，係咪？嗰啲咁樣啊嘛，係啦，都嗰啲㗎啦，80年代冇咗㗎啦。但係咧嗰啲火車真係冇咁大咯。呢啲因為佢可能係拖得嗰7卡8卡。香港你講真，九廣鐵路嘅鐵路嘅路線有限嘅一個長度，但係北京入邊嗰啲火車咧，就真係可能咧佢係拖成10幾20卡，可能佢走好遠嘅長途㗎，所以嗰個火車嘅佢火車嘅設計咧，火車頭嘅機車頭嘅設計咧，就比以往即係可能香港見嗰啲咧係大多，我覺得大多1倍啊！咁啊係啊，真係好高啊！你睇翻嗱，而家啲相影出嚟咧，都真係比較上高身，同埋你睇到阿哲雄企上嗰個火車頭嗰張咧，直情係真係幾層，即係2層樓都有喎，真係嚇。係啊！哇，真係開心喎，幾開心啊！你影到呢一張相，可以攞嚟做封面啊，大佬。唔係咁啊，係咁啊，咁即係多謝嗰度冇人去啦，咁我先做到啫。如果你都知國內啲博物館啊，同埋啲名勝地方，周圍都係人嚟噶嘛。冇錯啦，我就係初時我就話，咦？呢啲相咁特別，一個人都冇嘅喎，即係真係冇人嘅喎，完全你話一個半個都會有，係冇嘅。咁我就問阿哲雄就話，其實我當其時去到真係冇人嘅，好似包場咁樣。係好似包場，咁啊唔係真係絕對冇人嘅。咁除咗門口嘅工作人員啦，咁亦都有啲少量嘅遊客過去嘅，但係我都覺得奇怪，點解北京市或者全國嗰啲即係嗰啲人都唔係好願去呢個博物館嘅，我覺得奇怪咁。同埋係咯，你啱啱都講啦，嗱呢個博物館就好近城市噶嘛，即係雖然有邊位，但係都係好近啦。咁冇理由即係旅遊啲人唔去，即係呢啲咁嘅博物館睇。你諗下，人哋去歐洲啊、去美國啊，都一定會去佢哋嗰啲博物館啊，點樣都參觀下睇下啦，係咪感受下？呢度就反而冇可能，即係我哋中國人咧，對於火車呢樣嘢嗰個又唔係太過鍾情呢一樣嘢，可能佢都係當一個交通工具啊，變咗佢哋就冇話好似去到人哋第啲博物館個地方咁雀躍啦，即係好普通嘅嘢嚟啫，火車頭。嗱不過咁哲雄，嗱講翻咧，你入到去咧，其實嗱有咁多嘅火車頭喺度啦，你自己最深刻係邊幾架嘅火車頭啊？最深刻啊，係火車頭成架橙色嘅嗰架咧，我覺得就好似有套卡通片咁，有火車嗰個卡通片叫乜咧？就係有冇印象咧？就係嗰個 Thomas 嗰個係藍色嘅啫喎。Thomas 係啦。咁卡通，成個橙色。咁卡通啊！哎呀，好得意喎！咁啊，仲有一架咧，就係講真嗰個火車就好怪嘅。咁我後尾先知道咧，因為個火車有啲玻璃窗喺度嘅，佢個車頭有玻璃窗嘅。我後尾先知道，原來呢個火車咧就係日本做嘅，就係咁咧，係嗰陣時嘅南滿鐵路嘅火車嚟㗎，係一個專業嘅豪華火車咁樣咯。即係啲大官貴人坐㗎咯。係啦。其實如果知歷史嗰南滿嗰時候，其實就係即係北京對上東三省俾日本佔領咗嘅時候，係日本嗰度有個叫做滿洲國嘅火車嚟嘅嗰個，真係歷史嘅價值嚟㗎嗰個係。哇！咁啊，其實真係。如果影咗相都即係好有價值嘅嗰張相，因為你好有價值嘅，係咯，係咁樣。哇，好犀利！咁啊，做啲咩介紹咧？就除咗佢室內嘅火車棚啦，佢出邊咧有個戶外嘅火車棚啊，即係好似做到成一個火車嗰啲古舊嘅火車站咁擺喺火車度。其實原來係一個電影城嚟嘅，入邊係啊，咁犀利㗎！電影城嚟，我都唔知。咁拍過啲咩電影啊？其實佢嘅介紹就係咧，就有啲如果國內即係中國大陸拍嗰啲可能民初啊、抗戰啊嗰啲咁嘅片咧，或者係嗰啲愛情片咧，就會借呢個場景嚟拍戲嘅。
即係天長地久啦。哇！天長地久嗰啲咧，嗰陣時周潤發嗰啲啊，我一諗到天長地久啦，曾經擁有嗰啲就係嗰啲地方拍㗎啦。哇！其實講緊咧，如果我下次有機會去咧，我一定帶件類似民初衫去。係，我都有諗過嘅。就着住喺嗰度影相。咁鬼大嘅係。即係都幾興奮喎！入到去，喂嗱咁講啦，我哋即係詭異節目都會即係有時問下，喂嗱，你冇理由會喺個博物館撞鬼嘅，呢個一定唔會啦。但係入到去有冇啲即係嗰個氣氛啊？因為有時嗱，你睇翻火車，我哋喺個腦袋就一定會諗，咁舊嘅嘢，古舊啊嘛，話明古舊，有歷史。喂，入到去會唔會有啲好唔同嘅感受，或者一啲有一種即係好特別嘅情懷咁樣咧？入到去會唔會咧？嗱，你講得一啲都冇錯。嗱，我話俾你聽，如果你入博物館入邊咧，其實咧，如果好多人，我唔覺得有啲特別嘅，即係好似有啲感受，好緊張嘅氣氛啦。但係呢個博物館咧，好鬼另類㗎。第一，你咁多條火車卡，因為佢80幾架擺晒出嚟啊，就係呢個，我都唔係好見人。第二咧，你喺火車頭咧就唔覺有啲壓力喎，但係你去到火車後邊拖住嗰幾節嗰啲車廂之後咧，我就覺得有少少無形嘅壓力啦。點解咧？嗰種壓力係點樣啊？即係好似啲嘢張住你咁啊？定係點樣咧？唔係啊！嗱，我有種感覺就係咧，好似因為有一排嘅火車咧，應該係好耐嘅歷史㗎啦。但我又冇深究佢幾耐嘅歷史。係。但我迎住嗰啲火車咧，就好似咧有人，好似有啲嘢坐喺入邊咁樣，就係佢唔俾你上去嗰啲火車。我明你嘅意思，因為即係好似嗱，因為我自己有時去到某啲地方，譬如有歷史背景嘅地方咧。好似我記得啦，最有印象啦。題外話少少，去到台灣嗰個有一個地方，咪金，哎呀喺山頂啊，喺九份上面嘅。係九份嗰度，我記得係金咩石啊嘛，係咪啊？有礦金瓜石係金瓜石個礦場嗰度啊嘛。咁我就去到嗰個佢哋日皇住嗰個地方啊，啲高官住嗰宿舍咧，我入到去嗰間屋咧。佢都係一個博物館仔嚟嘅啫，好細嘅，但係咧好唔舒服嘅，即係有種好似有啲嘢喺度睇到翻以前嗰個景象嗰種嘅感覺，好壓迫嘅。我明白你講嗰樣嘢啦，就係呢種嘅壓迫感，即係好似突然間你個腦裏面個片段啊，突然間閃出嚟。有翻以前嗰種有啲人坐喺度啊，喺度生活啊，嗰啲咁嘅嘢嘅，咁你就係即係等於一樣啦，就係火車上面，大家都知道火車卡就係接載乘客噶嘛，咁可能你就因為嗰個情況，佢可能講緊都係有啲靈異，有少少靈異上嘅嘢，或者我又唔識形容嗰種嘅。有少少投射咁啊，因為佢始終有背景啊嘛，有歷史啊嘛，咁就可能會係啦，就變咗可能有啲人會有啲咁嘅景象，叫做好似一啲投射咁樣嘅影像出翻現，咁你可能就真係有呢一樣嘢啦，因為話晒都咁多年歷史啊，講緊係咪先咁多喎？咁嗰個氣場上面，我哋所謂咧靈異界都講啊，嗰個氣場唔多唔少都有啲影響嘅，因為話晒都係有。歷史背景啊嘛，呢樣嘢啊嘛，所以我覺得阿志雄有呢樣嘢都唔出奇，同埋講緊你都啱啱講啦，80幾卡喎，大佬。嗱好啦，你去過呢度地方，去咗咁多個鐘啦，喂，有冇興趣再諗住唔夠皮再翻去？因為北京其實比較遠嘅地方嚟嘅，我去過，其實我都想再去多次嘅，因為啱啱上個月都有去，但係咧無奈我都即係北京太熱啦，真係咁樣，我。跟住後尾我打消咗個念頭就唔去啦，因為影過就夏天就影過。我想如果有機會冬天落雪嘅時候咧，我想再去多次。不過氣氛又唔同嘅喎。咁啊係喎，氣氛又唔同啊，因為你知冬天落雪嘅氣氛又好似有啲好酷嘅感覺啊，好冷清，即係好孤獨嘅感覺啊！我真係覺得，如果尤其是去啲地方咧，你唔同嘅 season 啊，即係唔同嘅季節去，都有少少唔同嘅感受。咁所以就啱啱問你呢種感受啦。喂，靈異感受你又冇乜啦，係嘛？即係都算係靈異嘅喎，啱啱都如果咁講。都好似係咯，學你話齋做一啲投射咯，因為其實咧，我諗到嗰刻咧就係我懷疑，即係好似打仗嗰時坐火車走難啊嗰啲咧，即係有啲可能係運載傷兵嘅時候。咁我話俾你聽，講真，嗰啲火車冇人死，我覺得一定冇可能啦，因為咁舊嘅火車點有死傷？可能即係有啲都會有嘅。即係嗰時嗰刻有條河，我覺得特別
浮現咗嗰種情景出嚟嘅，咁樣。其實都係嘅。嗱，喂，咁我哋呢就講咗咁耐啦，就講緊呢個火車博物館呢，你又話有少少咁嘅投射影像，不如呢，嗱，我都揾到啲關於呢係火車嘅資料，咁啊當然就有啲個靈異上嘅資料喺唔同嘅地方嘅，咁我哋不如聽下我呢一個嘅資料，跟住之後呢，就再翻嚟呢，再同阿志雄傾偈，好唔好啊？好，轉頭翻嚟，唔該。嗱，今日鬼姐咧想同大家講下一啲關於喺火車上面嘅靈異事件。嗱，盛傳咧喺台灣咧曾經有一個報道咧喺台北車站咧就經傳一個靈異嘅事件。嗱，有網友咧就喺一個平台上面咧就頒布咗一張個相片，就係喺呢個台北嘅車站嘅月台咧就影到一個相啊，令到人哋一睇之下啦就嚇到唔少人嘅。而呢一個網友咧就係批踢呢一個鐵路板上面分享嘅照片咧，其實係一台嘅列車咧就喺台北呢個車站嘅月台裏邊咧就發現車廂嘅門咧嘅另一側咧就出現一個小朋友好大個面啊！咁當其時好多網友睇到呢一張相片之後咧，都嚇咗一跳。不過咧，火車駛嚟之後咧，原來先至發現咧，喺呢個月台嘅後邊嘅廣告咧，原來呢個小朋友嘅照片嚟嘅啫。因為咧就太近呢一個嘅月台嘅窗嘅位置，所以睇起上嚟咧就以為係一個靈體啊，所以咧就嚇親大家嘅。嗱，除咗台灣呢一個嘅鐵路呢一張搞笑嘅相片咧，整到好靈異之外咧，而另外一單呢，就係又都係關於一啲鐵路上面嘅靈異事件，就係呢一個相信大家都會知道啦，就係喺香港曾經咧有一個廣告咧，大概片長咧大概係40幾秒嘅，內容就係講6個小朋友咧就喺玩火車遊戲，而成個廣告嘅氣氛咧就真係比較灰暗嘅，而且咧帶咗一啲嘅陰沉嘅感受啦，亦都散發出一啲懸疑嘅感覺。而話咧喺影片最後咧，突然間就多咗個小朋友，但係之前就冇嘅。咁相信呢一個咧，亦都係同一啲嘅鐵路上面咧都有啲關係嘅一啲嘅盛傳香港啊見嘅靈異事件啦。而另外一單嘅火車靈異事件呢，就發生喺呢個瑞典啦。據講呢，呢一則嘅都市傳聞嘅主角呢一座嘅列車呢，其實係名為銀箭列車，係60年代、70年代呢瑞典設計用嚟視測一啲嘅軌道嘅列車嚟嘅。咁而呢一架列車呢，全身係銀色嘅，咁所以呢，亦都稱呼為銀箭號。呢一架列車呢，就介乎喺半夜運作嘅，因為呢，佢係用嚟測試工作用嘅列車嚟啦，亦都未曾經試過呢係載客嘅。咁所以呢，就平日呢，就係唔會被啟動嘅。但係呢，有一日呢，喺斯德哥爾摩嘅車站咧，突然間咧湧現大批嘅旅客。就算咧鐵路咧派出好多載客用嘅列車啦，但係依然咧都冇辦法係疏散呢啲嘅旅客。咁於是乎，鐵路嘅人員咧就決定駛出呢一個嘅銀箭號，投入呢一個顧客嘅服務。當其時咧，呢一個銀箭號嘅列車咧載客反而冇成功到，相反咧造成咗好大嘅事故啊！因為咧當其時滿載乘客嘅銀箭號咧駛到去某一個車站嘅時候咧，突然間不幸咁咧發生咗意外，而車上面嘅乘客咧當其時完全係罹難啦，所以咧無一生還。咁事件發生咗之後，瑞典官方方面咧就將呢個消息係封鎖住，咁好似即係咩事都冇發生咁樣，而成功咁防止咗意外嘅消息傳出之後呢，其實政府隨之之後呢，對外更加宣稱將呢一架銀箭號即係修理啦，同埋咧呢個車站呢亦都係封鎖咗嘅。咁所以呢，喺70年代呢，中期啊嚇，講緊呢個車站呢就好荒涼一片啦。而事實呢，呢一個銀箭號呢亦都因為咁而被逼退役。但係呢，斯德哥爾摩居民呢就知道呢件事件就議論紛紛啦，更加喺夜晚呢就眼見到呢一個銀箭號駛近一啲嘅車站上面，而且呢喺車上面呢更加發現呢一啲嘅靈體嘅乘客呢好似啲面容扭曲啊，好痛苦咁樣，所以呢大家都好驚㗎，因為咁樣嘅關係，佢銀色啊嘛，所以呢更加令到呢好特別、好顯眼，所以大家深信自己呢係冇睇錯㗎。更加有傳言話呢個銀箭號呢會喺車站停啦，等待有緣嘅旅客上車添㗎，而且呢仲會接佢哋再去一啲嘅靈異世界度，翻唔到嚟㗎。雖然咁講啦，受到意外嘅車站呢其實亦都恢復翻運行，但係呢個銀箭號嘅靈異傳聞更加呢係不時呢係好多個居民呢係傳出嚟嘅。
所以大家呢，不妨如果夠膽的話呢，可以去到瑞典呢一個車站上面呢，睇下會唔會感受到呢個銀戰號嘅出現。Hello， 我係梁建平啊！記住聽Ewan嘅生活日腳喎，咁呢你哋就唔會踢晒腳啦。嗱，咁我哋啱啱呢就聽咗一啲嘅資料呢，就係關於呢一個火車上面嘅一啲嘅靈異事件啊。喂，志雄啊，其實呢，嗱，我哋之前都講啦，話入到去都有種好特別嘅氣氛啊。咁我相信大家如果有機會即係去到呢一個北京嘅鐵路博物館呢，就真係要感受下啦。如果一啲我相信呢，如果一啲係有陰陽眼或者高靈人士，可能真係會見到啲嘢都唔定嘅，會唔會呢？你估？我覺得會咯，有啲火車講真啦，即係佢當然係有啲比較先進嘅，好似和諧號都擺到架喺入邊，但係咧佢其他一啲咧多數都有60、70、80年歷史嘅火車，或多或少都有啲嘢啦。咁啊係，唔多唔少都有啦。喂，但係咁啊嗱，咁我最後都想問下你啦，你就去咗睇啦，咁多個鐘頭啊，好 enjoy 啦，影咁多靚相。其實如果我哋真係自己去到呢個博物館嘅時候，有冇啲咩嘢特別要即係要留心、要注意下咁樣嘅咧？即係根據你嘅經驗去到嗰度，有冇啲咩要即係留意啊咁樣咧？哦，咁我哋你睇下季節啦。其實佢啲車淨係可以停喺門口嘅，佢叫你行入去都行去呢個火車棚嗰度都要行2個字，但係你當中你會見到好多火車軌嘅，你咪小心啲咯，因為棘裂咗你自己。會唔會咁唔小心？火車軌㗎又係。哦，好多火車軌㗎。係啊，我有張相會有好多火車軌，直情喺個棚出邊咧，我諗有成打橫都有成20條嘅火車軌度㗎。哇！咁壯觀，咁誇張。我估下，我都要逐條數先知。因為佢好多入邊佢個火車棚排列咗好多火車度㗎嘛，即係一行。咁佢出去嘅時候咧，佢有道大閘嘅，嗰度大閘好大鋼門嘅，佢推出去都係好多條火車軌，慢慢2條4條變2條，2條變1條㗎嘛。佢嗰度都好多㗎，要橫過嗰啲火車軌都小心啦。其實入去就我諗都冇乜特別嘅，即係如果你係夏天去，你咪帶即係防曬裝備。如果冬天去，即係着多啲衫咯咁樣。咁入邊亦都有嘢食㗎，有間仲要提一提先，入邊有一間咧特別開設咗一個火車嘅卡咧。餐卡可以叫嘢食，入邊嗰啲嘢食好鬼好味㗎。係真係咁正？喂，有冇相睇先？係。哎呀，我又冇影到，顧住食喎，睇下。你顧住食嘅，你真係為食鬼啊！真係。咪睇到我行到太肚餓啊！又係。喂，咁但係啲價錢貴唔貴咧？啲餐廳啲價錢。30零蚊啫嘛，個飯咁樣，好鬼好味個。咦，咁啊真係正喎！嗱，咁啊，阿哲雄哥哥特別推介嚇，如果大家咧即係真係想去到呢一個嘅北京鐵路博物館咧，咁啊其實都可以上網揾下嘅資料啦，應該都會有嘅。咁啊買定飛，準備好，整好晒，準備充足嘅電啦，影相啊嘛，係咪先？咁啊跟住之後就去餐廳嘆下呢一個美食，哇幾好咧！嗱，所以我都話啦，今次我哋呢個探險咧就非一般探險啦，因為唔係去一啲嘅即係蛇蟲鼠蟻嘅地方啊，又唔會話啲咩靈異嘅地方，反而呢係一個幾大家可以去即係感受一下以前我哋即係我哋細個年代，甚至乎有啲可能未出世㗎啦。原來我哋祖先佢哋用呢啲咁嘅交通工具火車係咁特別，哇！同埋呢真係一架大嘅火車頭，其實講緊唔易做㗎喎。以前嗰個年代都做到呢啲咁嘅火車，哇！我覺得好叻啊！佢哋以前啲人。好叻，係咪啊？真係好叻，因為佢火車頭應該成嚿都係鐵嚟㗎嘛，係咪應該？我記得應該係啊，成嚿鐵嚟㗎。哇！你諗下成嚿鐵喎，點搞啊？即係點做出嚟啊？以前係咪先？所以都係一個幾值得去嘅一個地方。咁大家呢，記住啦。咁啊，如果想重溫睇翻我哋嘅相呢，就上到去呢個 YouTube 啦，同埋去到呢個騰訊視頻呢，就可以睇到阿哲雄呢嘅靚仔樣，再加埋啲火車嘅哇壯觀嘅一啲嘅相片。
咁啊，志同啊，喂，嗱，我知道咧，你就即係周圍去啦咁樣，咁啊，下次諗下會又講啲乜嘢咯喎？會唔會又會係去翻香港咧，或者又衝出呢一個亞洲如果你探我，一係就其實我咁你想我去邊咪去邊咯。幾乖啦！呢啲就係乖嘅主持啊，乖嘅主持嘉賓咁啊幾好咧！我多幾個咁嘅咧，就真係唔使做，我自己唔使做資料搜集，可以懶啲。好啦，喂，咁啊，志同啊，嗱，咁啊，今日同你講咗咁多先啦，咁啊，下個禮拜繼續喺我哋嘅探險異族，繼續同你呢個探險嘅達人呢一齊去尋幽探秘。OK， 好，唔該晒你，好，拜拜，拜拜。